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個裝修單位係位於啟德區嘅 Oasis Skytech 嘅一個兩房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嘅戶主咧係一對母女嚟嘅，佢哋都比較中意自然嘅色通啦，想要一啲簡約嘅風格。但女戶主咧同時亦都想要個單位咧有少少輕奢嘅感覺，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全屋咧都用咗一啲木紋嘅色通啦去做主調，加上一啲鋼材同埋岩板咧嚟到做點綴。咁呢個單位咧就有老人家居住，我哋就同戶主商量咗之後咧，喺櫃身上面加翻啲圓角嘅設計，提高翻安全性。我哋喺飯廳呢邊嘅位置加入咗一組曲尺嘅獅子櫃，喺中空嘅地方都加入咗一啲不鏽鋼嘅裝飾。另外你亦都可以見到我哋喺台面度加咗一啲岩板嘅設計。另外喺玄關嘅左手邊呢，因為戶主唔想一入門口咧見到梳化坐緊嘅人，所以咧都想我哋喺呢一個位置加入一個屏風去遮擋部分嘅視線。由於戶主唔想廚房嘅原裝掩門喺開閂門嘅時候影響到雪櫃嘅使用，咁我哋喺廚房呢一邊咧做咗一啲間隔嘅改動。我哋將入口嘅位置改造成為一個暗趟門嘅設計，令到戶主使用廚房嘅時候更加方便。喺客房呢一邊，戶主都想擺放書台同埋衣櫃，但係原有嘅門口位置會限制咗書台同埋衣櫃嘅使用，所以我哋幫戶主將客房嘅門口位置改咗喺中間，令到喺佈局上面，我哋可以更好咁利用到客房嘅空間。喺廚房呢邊，我哋都做咗一套入牆嘅衣櫃。另外，女戶主想安置一部按摩椅喺呢度，所以我哋喺床頭嘅呢個空間騰出咗俾佢哋擺放，將油壓床放咗喺靠窗嘅地方，增加翻儲物嘅空間。喺浴室嘅部分，我哋希望長者使用嘅時候更加安全，我哋都改咗用企缸嘅設計，用翻一個趟門嘅浴屏嚟做分離，喺入邊亦都加設咗扶手。我哋考慮到戶主嘅要求，我哋用咗一個平地台嘅處理方法，希望可以更加方便長者出入。我哋亦都喺廁所嘅天花安置咗一部浴室寶，喺氣窗嘅上方做咗一個鋁通，方便佢哋喺呢個位置做晾衫嘅使用。咁喺呢個單位上面，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一啲間隔嘅改動，令到單位嘅空間更加貼近到佢哋嘅生活習慣同埋需求，做到美觀同埋實用並行。